谢主哈。那今天呢特别是我们特别教会接纳为凤山西门教会他们建堂的主日。那大家都有这个经验，就是我们在主里面同为肢体所以呢我们的弟兄、我们的姐妹教会他们要建堂，那我们弟兄姐妹大家在这个时刻一起加入他们建堂的行列。所以今天特别由西门教会我们的林志远牧师来到我们当中，而且他们有5、6位同工在楼下举办义卖所以要先由林牧师来做报告，还有做分享、见证、讲主的道。那牧师做一个简单的介绍林牧师呢，他大概慢我3、4届了，3、4届，所以我们在神学院就已经在一起，而且他很喜欢打桌球，所以我们2个常常有互相切磋的机会。他呢，在他牧会非常的有效成功原来应该可以在原来的地方牧会到结束，就原来之前的教会叫凤屏教会，但是神呼召他回到凤山西门教会，是他当传道时的教会有点像夏牧师一样，我也是30年前在这边那15年前再回来就是神有特别的呼召跟安排了不过他呼召回来西门教会，不是要准备退休，而是要开始向前冲，因为神给他恩典属灵的带领权柄，而且有经验所以要准备带领他们西门教会来建堂。哇，这个过程由他自己讲会更感动了那我们求主带领他们的教会那我们知道林志远牧师他的公子就是以前在我们教会服侍的我们的林喜悦，现在已经当牧师了在台北那边所以他们父子都一起服侍主，真的是很感动。我们来听他怎么样分享西门教会准备建堂一个精彩的过程。我们拍手欢迎他，谢谢。首先非常谢谢谢牧师以及我们在座所有的长职弟兄姐妹，谢谢你们接纳我们，给我们有这个机会能够来到我们富山教会来向大家分享神在我们凤山西门教会在建堂的过程当中他所做的，在人不能，在上帝凡事都能。哈利路亚！我们一起来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我们满心感谢你，因为你是神，你要我们用心灵诚实向你献上敬拜。主，我们在你面前，我们要用感谢来进入你的门，用赞美来进入你的院，来敬拜赞美你。愿你的灵大大充满在我们当中，愿你荣光充满你的圣殿，用你的圣灵向我们每个人吹气，好让我们的灵苏醒过来，让我们心欢喜灵快乐，肉体安然居住。主啊，我们欢迎你，亲爱的圣灵我们欢迎你，因为你是我们的依靠。我们的心向你说，你是我们的主，你是我们的王，除了你以外，我们别无他神谢谢主。主啊，你特别应许我们，因为你是我们的产业，你是我们的产业，我们所应得的，你都为我们固守，你所量给我们的产业，在基督里的基要的产业，都要印着你的应许，祝福在我们每个弟兄姐妹，洁净我们，让我们被分别为圣，让我们承受你的圣洁的产业。主啊，求你带下你的应许跟祝福，临到我们在座所有的弟兄姐妹每一个人。树荣工商他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蒙你悦纳。在我们所作所为，能够为耶和华神来做
荣耀的见证人。主啊，我们谢谢你，我们谢谢你，哈利路亚！各位姐妹，我们照着诗篇第112篇的应许，牧师来祷告一句，大家一起来向神祷告一句：我的心啊，你要赞美耶和华，凡在我里面的，都要称颂你的圣名。我的心啊，我的每一个细胞，我的心怀意念，我的灵当敬拜耶和华，不可忘记你一切的恩惠，因为你赦免我的罪，医治我一切的疾病。所以主耶稣，这个时候求你赐下医治的大能进入我的身体里，进入我祷告的每一个弟兄姐妹，他们的灵魂体都要兴旺健康。哈利路亚！因为你不将我们的灵魂撇在阴间哦。爱我们的父啊，我们有很多的好朋友，现在还没认识你，求你垂听我祷告，在你的心里把你所爱的好朋友，在神面前提名向神祷告。他还没信主，你在你的心里向神祷告：主耶稣，我奉你的名带某某人，你就讲出他的名字，来到你施恩宝座面前，求你向他吹气，向他吹气。主啊，我带我的好朋友现在还不认识你，我恳求你向他吹气，挪开他一切的拦阻，以及他心里的障碍，拿开，向他吹气，让他灵魂苏醒。主啊，你圣灵亲自感动他，好让他勇敢壮胆的来到你施恩宝座面前。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们继续来祷告。主啊，求你应允我，赐福我，在我的家人当中，在我的儿女身上，让他们在世都要强盛，他们凡事居上不居下，他们居首不居尾。主啊，让我的后裔，让我儿孙在世兴旺，让我的家中有积蓄有钱财，因为你是富有的，我们是你的儿女，我们就是富二代，我就是属灵的富二代。主啊，祝福我的家人，他们都要领受神丰丰富富的祝福。在我家中要有真理，有公义。主啊，将你的真理向我们开启，好让我们家每一个家人心中都有美好的灵性哦。主啊，我们需要哦，你就这样应允我们，让我们心中有美好的灵性，让我的儿女，让我的儿孙，他们有聪明有智慧，他们能像约瑟一样，能够拒绝少年人的诱惑。哈利路亚！让我的儿孙每一个人就像但以理一样，
有聪明，有智慧，有敬畏神的心，明白各样的知识，通达各样的言语。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啊，你就要应许我，祝福我的家，祝我的儿孙代代兴旺。我们家中有谦虚，有积蓄，有钱财，有爱主的心，也能够爱人，愿意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我们的儿孙没有一个人向人借钱过日子，他们都是丰盛有余的。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啊，我甚愿你这样恩待我，祝福我以及我的儿孙们。哈利路亚！让我们的儿女代代敬畏你。哈利路亚！谢谢主耶稣，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这样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我们一起来说：阿门！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让我们用热烈掌声来将荣耀归给我们主耶稣基督。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要拍手的就要大声的拍手，将荣耀归给我们主耶稣基督。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因为我们的神是配得我们这样敬拜的，对不对？是不是？哈利路亚！谢谢主，我相信你用热情来敬拜神，神就用热情款待你。阿门！哈利路亚！我真的非常谢谢我所敬爱的夏牧师跟谢牧师，以及郑牧师也在这边，以及在座有许多的同工，我们都没办法一一来向你们来问候。特别在这个地方，也谢谢你们能够允许我们来到你们当中，来分享神在我们凤山西门教会，在这短短的几年当中，神给我们预备的奇妙作为，以及丰富的恩典。凤山西门教会是我一生当中牧会的第一间教会。我1988年从台南神学院毕业，就被派到凤山西门教会，在那边2年的传道，以前是2年传道就可以封牧。那凤山西门教会也接纳我这个卑微的器皿，我在凤山西门教会被封牧成为牧师。那在那个地方，我跟我的主任牧师，我所敬爱的姚正道牧师，他是一个我很敬佩的、非常敬佩的一个前辈，因为他在许多的神学上面有很大的贡献，特别他写那个犹太人的生活习俗，有一本书叫《犹太人生活习俗》，是他写的。还有一本就是罗马北维基的教材，咱教会公报社、教会公报社的现在所用的罗马字的教材，也就是姚正道牧师他编的，他编写的，他编写的，而且他也当过我们总会的议长，而且当过台中中会的议长、高雄中会、寿山中会的议长，他是一个非常nice 的一个牧者，有美好的榜样的牧者。他在凤山教会牧会差不多20年，当他年纪大的时候，他退休下来，他没有马上退休，他在1980年就在凤山的镇西里这个地区开始开拓凤山西门教会，所以我们到现在已经进入到第43年，43年。那在第8年的时候，我当神学院毕业就被派到凤山西门教与他同工，我在这边6年。但是我们那个时候他开拓的时候是租的一些透天处，那后来很快的就买了一个现在我们在智利街44号的
凤山西门教也是透天处，经过改装之后就可以成为我们聚会的地方。那在那个地方，我们的教会弟兄姐妹都有个期待，就是能够买一块地来为主建造一个可以享受礼拜的，让每个弟兄姐妹来到圣殿里面就可以好好的亲近神，好好的敬拜的一个地方。那他们就让这些事情摆列在祷告中。那我们在1992年的时候，有一天下午，我去探望当时的许长老，他现在已经过世了。那许长老跟我讲说：“林牧师，好不好？我们到隔壁那一块空地哦，我们来祷告，求神哦，让我们能够买到这块地。我们买下来之后，那个路面上的7厘地，我就奉献给教会。我那个时候一块地就差不多将近20-30万啦，我就很高兴，心里说：徐长老，你说真的吗？你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们来祷告。许长老说：我跟上帝讲话怎么可以这样随便讲的？我当然是讲真的。我当时好高兴，我们就到那块土地，站在那边，我们开口祷告，我们奉耶稣名宣告：主啊，你将这块土地留给凤山西门教会，不准别人来买去，而且要成为被分别为圣的一块地。将来不久，我们要在这个地方为神建造神的教会。就这样很奇妙的，我们祷告完的时候，1992年踏进那个地方，1994年神就给我们开门了，我们就把它买下来。那块土地，这个时候我们买下来的时候，将近100坪。然后这几年来，我们还零散的再买了一些土地。所以呢，当时我2年前过去的时候，当然那块地是140坪左右。那我们也准备要在140坪当中就准备盖了，但是神说等一下，我们本来图样设计出来的图会这样子哦。那我们去2021年，我2021年8月的时候就从凤屏教会，因为我在这边6年牧会，然后我到那个台东根生教会在牧会7年，然后再回到凤山的那个凤屏教会。凤屏教会牧会了21年，满了21年。在2年前，我再回到这个地方，回到我第一间的教会。那他们原来就我还没过去的时候，他们已经设计好了，他们就要在那个地方盖了。但是我们去找那个郭培宏长老，郭培宏长老就是以前民视电视公司的董事长那我们在那边，他就跟我们了解我们的资料之后，他一口答应下来，我吓了一跳但是他说：“林牧师，他跟我们的建筑委员会说，林牧师，我们来祷告，把你隔壁那一块。”因为紧邻都要完全隔壁连做伙啦，那块土地你们没有买下来的话你们怎么盖都不会漂亮，就这块土地我来现在这个，你们要把隔壁那块土地买下来，那块土地买下来，你们就非常的细嘎嘎，你做好势，真水。但是我说我们没有钱。我说祷告啊，你们买下来，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就在他的公司祷告，我在那边，然后呢，我们回来，那回来之后我们就放着目标开始祷告。但是在处理过程当中，因为知道这块土地实际上有一些土地上的问题，他们30年就一直在处理那块土地的这个。街道的使用权，因为那块土地以前的地主盖换处别人，
但是土地是他们绕路的土地是他们的，所以也要经过他们的同意。那没办法，他们已经好几代都不在台湾了，你怎么去找那些人？就在那个当中耽搁了到20-30年的这样，他们没办法处理这个事情，因为你没有道路通行权，那个政府也不可能发建筑执照给你，所以这一直耽误这样下来，就一直祷告，一直祷告。那挺奇妙的，他们在4-5年前透过法院裁定这条道路，要成为继承道路，大家都可以使用，不用地主同意了，那在4-5年前才解决，那在2年前他们来找我，说我们已经有这块土地了，蓝图都画好了，你只要过来，而且呢，我们已经储蓄有3000多万了，那我们预计差不多6000多万就可以把它盖起来，那你过来帮我们完成就好。那个时候神感动我说好，我就答应回到凤山西门教会。那没想到回来的时候刚好疫情爆发，又是进入乌斯战争俄罗斯与乌克兰战争，所以整个世界通货膨胀。那最近你也知道，那个我们的房地产大飙涨，所以以前4-5年前，我们的建筑费用1坪差不多8万到10万就可以完成，但是现在呢，最起码都要17万，地下室更贵，那我们在那个地方也是遇到很大的困难，那不能因为困难就停摆，我们还是继续祷告。那我们就回来就跟弟兄姐妹报告这些事情，我们期待能够把隔壁那一块土地23年至8年，我们的土地是23年至7年，他们是8年，我们就把它买下来。我说我们都没有钱了，还要再买土地，从试看看吧，我们就祷告向神要。所以呢，我们就因为那块土地还有一个问题，就在那块土地上还有一个建筑物，还有一间他们2楼透天处。那2楼透天他们以前50-60年前盖的那个房子呢，他们增建厨房，盖过来，我们这边23年、7年有80公分的土地还在他们的厨房里面，那长度有18公尺，那我们都糟糕了，这件事情怎么办啊？人家土地地上物是他们的啊，虽然土地我们当然是他一定要拆屋还地，那我们跟他谈的时候，说我们如果动工的时候，请你把土地还给我们，那动到的地方我们所有的费用都我们教会出，不然呢，当你恢复到墙壁完全都用新的给你们，那所有工程费我们都来出，他也不要啊，那说如果不用这样的话，那就糟糕了。他们以前就放风声的，说我们不欢迎那基督教的来到我们这边来盖教会，那我们这个四边邻居都会吵到了，所以那林长就跟我讲说，人家30年前就不卖你了，你现在还要卖你，不可能的事情。我说那糟糕了，怎么办啊？如果要的话，一定要走法院啊！法院的话，1审、2审、3审要走3年、5年、10年都不知道。糟糕了，怎么办？所以我2021年11月，我在处理这个事情的时候，我感到我非常的失望，因为我2021年8月才从凤屏教，我本来可以在凤屏教会好好的退休了，因为我在3年5年我就完全退休，所以今年我8月的话，我就可以拿到敬老卡，我已经可以退休了。是，他没办法，我已经答应了过来了，所以我处理到11月的时候，我说神啊，这个连建筑执照都要申请都很困难啊，没办法通过呢。那我过来的话就白白的要浪费自己了，我就在那边等着退休了，没办法盖啊。我说神啊，你没有出手的话，你没有在这个地方呈现你这不可能的行为，不可能作为的话，我们真的是没有办法。主啊，求你垂听我们祷告。
愿你动工，愿你开路。因为那个时候我真的是亲身的感觉到，我当时的心的感受就像摩西一样。神啊，你呼召摩西从旷野回去，带领以色列百姓带出来到旷野，寻的旷野，在利非定的地方又遇到了红海，后面又有埃及的追兵，怎么办？我在那边祷告，我到哭啊！我说神啊，你如果没有行你的大能的话，这件事情没办法解决。神在我祷告中感动我说：“摩西手上拿什么东西？”我说：“神啊，那时候摩西手上也没有什么东西啊。我来读圣经的话，摩西手上只拿个拐杖而已啊。”说：“对呀、啊，那摩西拐杖做什么？因为我看到埃及王子的影片里面，摩西有没有站在海边？有没有拿起那个拐杖？有没有？那个图像就在我的脑海里的图像。神告诉我说：‘你敢不敢像摩西这样，把拐杖指向大海？你敢不敢？’我就想说，神啊，我知道你的意思了，我知道了。我有祷告，你就才能够摇动你的手，才能再做成就这件事情。所以我在2022年去年的1月2号开始，在教会推动全年度的禁食祷告、联手祷告，每一天都有人要在为这教会的建堂这件事情，还有这块土地的问题，好好的祷告。所以我就在做一个全年度的禁食祷告轮值表。我跟师母都是每个月的第一天，每个月的第一天就是我们的禁食祷告日，我们就在那边迫切祷告。我也写这个祷告文、禁食祷告文，还有重要的事项，寄给我们的群组的所有弟兄姐妹，鼓励他们响应这个全年禁食祷告。大家都很踊跃的来参加。我们去年将近有95%的日子都有人守望祷告。当我们守望祷告不到2个月哦，在过年完了之后，奇妙的事情开始动工，很奇妙，很奇妙。那个时候，他们打电话给我，牧师，你的那个篱笆哦，你们的篱笆能不能借我们一下？然后你们借我们篱笆干嘛？我们那个挡机海哈，因为挡机海要开进去哈，来拆这个房子，那个挡机海怪臭，因为它那一块土地出入口就是3米路，没办法，那个怪臭开不进去啊，所以的就换的篱笆。他说你拆屋要干什么？我们4个持有人我们要来分割啦。分割完了之后，你们若有愿意来买的话，我们再来谈价格了。我接到这个电话的时候，我吓了一跳，我是在做梦是不是？我就打咬一下，真的会痛不是在做梦真的是电话。我说祷告还不到2个月，神就开路了，阿们。你说奇妙不奇妙？30年前不理你啊，就摆在那里面，那你都，我说盖是可以盖的，但是起不水啊。但是神就感动郭一平长老，鼓励我们把这块地买下来，我们再重新规划再来盖，比较漂亮了。就像我们富强教会这样漂亮，阿们，哈利路亚。于是呢，我们就在2月28号，去年2月28号刚好星期六。我们那一天早上，我们就在那块土地上举行这块的土地上举行得地为的祷告。我们在那边宣告祷告，然后呢，我们呢绕这块土地四周围的街道绕7圈，你们就知道什么故事嘛，对不对？耶稣亚带着以色列百姓进入迦南地，攻打谁？耶利哥城。哈利路亚！我们就这么真的绕7圈，每个人呢绕7圈，我们而且还请我们教会弟兄姐妹有一个在屏东灵粮堂，屏东灵粮堂的号角队，他也是屏东灵粮堂号角队的成员，
他说：“牧师，我带领我们的号角队回来到我们红山西门教会，因为他是嫁到屏东去了，他在红山灵堂聚会，他们就在那个地方跟我们参加一个得地为的祷告会，我们这边吹哨角，然后奉耶稣名宣告：主啊，你将230-8年这块土地，感动他们，能够承让我们买下来。”很奇妙。那个时候我就有4个共有人，4个共同持有人，你要一个一个讲到他们都要愿意的话，很困难啊。因为以前他们就不卖了啊。但是神就感动，差派一个三都教会的一个代书，第三都教会做技术，犹代书。他知道我们遇到这个问题，他就主动来帮助我们。很奇妙的，他给我出一个策略。牧师，他们有这种动作，一定4个人，一定有人要卖。我们一个人各个击破，要卖的先把它买下来，然后这样可以吗？我们是财团法人呢，能够跟别人共同持有吗？那如果不能解决的话怎么办？他说：“他曾经处理过这个问题。我们呢就跟他走法院强制分割。我们先把要卖的人先把它买下来。我们很奇妙，我们去找，真的到4月份的时候，就4个人就2个人，他们共同有2/3，一个人是1/3，他们愿意卖给我们。你说这如果不是神的动工，有可能吗？在人看起来是不可能，真的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呢，我们呢就跟他谈价格，我们就以合理的价格，就像圣经今天我们所读的价格，大卫以合理的价格向耶布斯的阿尔兰人买下来，我们买下来刚好50坪，买下来1坪28万，买下来。那我们在8月登记好之后呢，这个都是所有权状。登记好之后，我们就请代书向法院申请，我们要跟你们强制分割，因为他们其他2个人不卖，我们说没关系，那我们就跟你强制分割。因为我们比较大地，我们就跟你强制分割。到最后呢，他们11月份他们接到法院分割协调的这个通知书，他们也就乖乖跟我们谈。我们还是用合理的价格，我们不会用社会的手段。如果用社会手段呢，人家更不理你了，你这24坪也不能做什么了。但是我们这是以神的方式，以合神心的方式来跟人家谈买卖，我们都很客气的。然后你跟恁教会做买卖有够好的，哈利路亚！我们还要做这个见证，跟恁教会买卖有够好的，做好恭维。我们不希望骗人啦。如果那块土地分割起来的话，再分析起来的话，剩下那24坪，我们如果没跟办法把它买下来的话，他们就丢在那边没人要，剩下24坪能够做什么？对不对？但是我们还是把它买下来。买下来对我们来讲，经济当然是一个压力。当然买那个24坪就要700万的，那是也是神的信念。我就读这段圣经，告诉我们红山西门教会，我们都要用合理的方式、合神心意的方式，取得合神心意的土地。哈利路亚！我们要将这块土地完全分别为圣。Yes， 就像今天我们读的经文是这样子。奇妙，神就成就在我们当中，神就成就在我们当中。我们把它买下来了，登记的日期是去年的12月21号，所以我们这块整块土地跟30年前买的其他土地，一共是5笔，合并起来刚好228坪。刚才好像我们有一个长老还是项目师你跟我讲的我们富强教会是280坪。你们这个地方是280坪，那我们现在那一块土地是228坪，那我们建蔽率
就再乘以0.6%，哦，因为我们那边巷子比较小，所以我们只能够建地的C级的，建地C级在建筑法规里面你能够60%的用地，其他都要在绿化或是停车，没关系，我们就准备了，我们已经预备好了，就是我们在内部的所有的长职建筑委员会都已经整理好了。我们可以用的土地就可以120几坪、127坪可以盖，但是我们呢，因为现在的建筑费用太大了，对我们来讲是一笔很大的负担，所以我就建议，因为我们四周围都是人家的患处，哦，你如果没有挖地下室，我们在青年要崇拜，要敬拜赞美，要有乐团的话，会打到别人，因为我在凤屏教会遇到这个问题就被抗议了很多次嘛。哦，凤屏教会我们的那个长老娘哈，她的姐姐就跟她的2个姐姐都在凤屏教会，我们每次敬拜的时候都会吵到别人家啦，人家都去检举啦，警察也来啦，环保局也来给你测啦，人家也在那骂3字经啦。有的更恶劣了，我们有卡店他半夜的时候，卡店外面的玻璃，他从他们隔壁拿着砖块，我们也是2层楼的，凤屏教也是2层楼的，把你的那个玻璃打破。我们就是被这样教导，所以我就用这个经验来告诉凤山西门教，我们要盖的话，一定要盖地下室。因为我们要发展亲人的宣教，阿们。如果没有盖地下室的话，很可惜啊，你只能盖到4楼啊。你要有地下室挖下去的话，就可以盖到5楼。所以我们就告诉他说，因为我们也考虑，因为有很多人的意见就是说，盖到4楼就好了啦。那盖4楼，我这一个建筑50年、100年，你地下室完全没办法的，不然人家重新打掉、重新挖，那以后的事情了。那你现在为什么不可以？我们更大信心一点，我们挖地下室嘛，然后我们上面开到4楼，就像你们讲，盖到4楼。我们现在规划已经规划这样子，所以我们就挖地下室。那现在我们的政治总经费要多少？初步的估计啊，现在地下室1坪20万以上，费用是20万以上。那地坪1坪17万，那个不是随便估价的哦，那是郭培宏长老的营造公司给我们估价的哦。郭培宏长老是值得我们信任的一个长老，阿们。是，因为我们去找他的时候还有一个见证，我们去找他谈的时候，他说他那段期间他从民事董事长没有被选上之后他就回来接他的公司了。他就在有一天早上，他在祷告的时候说：“神啊，那我一辈子你是我这么大，是我这么多，让我开这个鸿升营造股份有限公司。那我鸿升的关系的这些营造，也向神你建造圣殿已经有30几间了，我这样应该够了吧？我谢谢你给我的事业那么大的祝福那他说他跟神讲说：神啊。”我盖了30几间的教会，我没有向你圣殿赚1毛钱，在我公司我只要去答应人家去盖教会，我只要不了解的话啦。因为我是在建造神的圣殿，我怎么可以赚神的钱？所以他都没有赚钱了，包括我们的高雄的那个总会的南部的宣教中心也是他盖的啦。他也没有赚1毛钱啦，本钱回来就好啊啦。拍摄我讲台语啊，可以啦OK。所以他的祷告呢，神感动他不够，在你一辈子当中，你要为了建造50间教会，不然原来他别人不想再接了。那个时候还有一间乡下的教会，就屏东中卫的环华教会。因为都破烂没办法租呀，就一定要盖啊。他就告诉他说：“好，
我接。那降下教会，你只要负责2000万，超过的我全部负责。他现在已经在使用了，可以盖好了。庄家牧师他盖好，他跟我讲说他们预备1800，但是那一块的2楼的圣殿盖起来，单成本就要2600，其他的都是他需要。他是这么爱主的一个长老，阿们。神也祝福他很大，哈利路亚。那这个时候我们去找他，他说：“牧师啊，你这块地隔壁那块地没有买下来，你怎么盖都不漂亮啦。祷告啦，求神把那块土地赐给你们啦。”他们说30几年来也都不可能买得到啦。我们也是在想啊，但是他们不卖啊。祷告啊，祷告买起来之后，我答应你，我跟你们盖。哈利路亚！因为我以前的根生教会，他们最近刚盖好，几年前刚盖好。他们在建筑盖的时候，他们公开招标，那标到的那个营建厂给他们盖到2楼、2楼、3楼的时候，就给他办公了。圣美河办公了，耽误了延续了3年多，才这个问题才解决。我说我就很担心啊，因为他们在盖的时候一些问题都有一些消息，因为我在那边牧会过，有些消息我知道，我就很怕说盖下去如果没有比较好的这个营造厂的话，因为我们的钱不够啊，没办法付他的工程款的时候，他给我们办公了怎么办？所以这点我很担心啊，所以我向神祷告啊，神感动郭培宏长老答应，他说：“我不会给你们办公了，我不会给你们办公了，但是呢，他们一样一坪要17万呢，也就初步估计，我们就盖地下室1楼。”差不多大概是90坪到100坪左右，可以容纳他200个人左右就好。这聚会的空间这样就好。那我们要对青年宣教，我们到社区的儿童宣教，所以我们现在有一个社区，我们叫儿童开心果。开心果，我们的 slogan 就是让小朋友们开开心心、快快乐乐来到教会，打开他的心门，接受耶稣成为他生命的救主。哈利路亚！这是我们的 slogan， 我们的开心果的 slogan。我们向社区儿童做宣教，我们要向社区的，因为那边离凤山高中、离青年国中都很近，走路都是10分钟就到了。所以我们设定的宣教的目标，都已经在我们的祷告当中了。但是现在初估起来的话，我们这样盖就是地下1楼，上面4楼，那个建筑师给我们初步估计的话，单营造的费用就要1亿，招不起啦，他讲1亿啦，招不起。我们去年要买那块土地，我们有3000多万，买一块土地有2000多万就出去了。但是感谢神，我们今年4月，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都很同心合意的在为这事情祷告，向神，而且神在去年那个见证，每个弟兄姐妹都有机会向他们的亲朋好友分享见证。我们到4月的时候，竟然从各地方面的来给我们奉献的，我们单4个月而已我们的奉献到现在奉献专款已经3000万了。哈利路亚！这如果不是神的祝福，我们去哪边找啊？你说对不对？这个不可能的事情。去年买块地，剩下1000多万呢，4个月又能够有3000的建筑专款。哈利路亚！在这事情上，我们看见神奇妙的动工，对不对？好不好？借你们的手下，给我们神一个掌声，好不好？哈利路亚！谢谢主，主啊，我们谢谢你。所以我们到现在已经3000多万，但是离要盖，因为内部的装潢大概要超2、3千万啦，走不起啦。
咱拢有去过，你拢知啦。我们起头100平、100平，但内部装潢也要超过2、3千万，所以预计超1亿2000多到1亿3000才能够完成。所以今天就是谢谢我们富强教会的夏牧师、谢牧师、曾牧师，以及我们在座的所有的长子弟兄姐妹，谢谢你们给我们这个机会来。也向你神在我们凤山新民教会这块土地是有新的神迹奇事，哈利路亚！我们的神真是又活又神又真的神，对不对？他是万有的，因为保罗所说的，教会是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阿们。谁是充满万有的？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哈利路亚！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充满万有的。这个是真的是。当我们一颗愿意的心的时候，神的大能就动工起来，阿们。所以你们能够认识主耶稣，是你一生最美好的祝福，哈利路亚！我们一起来说：神啊，认识你是我一生最美好的祝福。Yes， 哈利路亚！是，这是真正活施在我们的正当中啊。不可能分割的，不可能买到的，神在1年我们禁食祷告，神就马上动工，非常非常奇妙。所以我们凤山新民教会弟兄姐妹更有信心了，更有信心要来完成。我们期待明年，就像圣经所说的，所罗门王接续他的父亲大卫王。第4年，登基第4年2月2号动工。那这个日期其实也是神给我的，因为当我们买那一块土地之后，我在祷告中，因为我们说实在，在向众教会征求大家的同意的时候，他们也都一直在问说：啊，恁人无款啦吼，用台语来，咱东港大家拢足熟悉啊，我教师。啊！你当要人无款，啊！你也无人讲要当时要去，当一人无款，我就祷告神啊！我这都讲不出来，我怎么去？我们还没有共识，我怎么讲啊？我就祷告啊，神就让我看到这段经文，到所罗门王登基第4年的2月2号，我就在讲台跟我们弟兄姐妹说，我们预计2024年年初。或是上半年度，我们来开工好不好？我们就这样子，大家就开会，这样赶快整理，到4月底，我们4月30号是第4次的建堂委员会，大家都会同意挖地下室，不然以前大家们主我们钱不够了，不要挖地下室了啦，开4楼就好了啦，有够用就好了啦。但是我的坚持，我慢慢跟他们沟通。但到现在4月30号，我们完全通过，大家同意盖地下室，然后上面盖4楼。我们经费不够嘛，我们就以后再讲吧，就盖4楼可以有，地下室可以有，这样就好。这是神在我们当中的感动，这是真的，这是真的。因为时间的关系，我还有2个见证还没讲，但是因为时间我就讲到这边。也谢谢你们愿意播出你们这个宝贵的时间，来跟我们来让我分享我们的见证，神在我们当中的动工，神的作为，将一切荣耀给我们主耶稣基督。哈利路亚！谢谢主，感谢主。替我们，请你们举起你们祷告的手，为我们来祷告，为我们来祷告，让我们呢能够在这个工程的这个开工之后，能够找到好的工程师。找到好的这个投机塞湖了哈，这个工程师能够给我们好好的盖，我们经费还不够，也差不多要差1亿，差1亿，请为我们祷告，这不容易，因为我们是一个小型的教会，我们聚会才平均60几个人，我们只有几个人，所以也不容易，但是我们有信心，将来我们也一样向我们富强教会看齐，哈利路亚。愿神应许在我们当中，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赞美你，
我们谢谢你，愿你的荣耀彰显在我们当中，就像你彰显在富强教会的荣耀一样，彰显在我们凤山西门教会。哈利路亚！谢谢主耶稣，让弟兄姐妹也能够举起祷告的手，为我们代祷，让我们领受祝福，也能够透过他们的代祷，使你祝福在他们当中。就像刚才我们所祷告的，在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在每个家庭当中，彰显你的恩典荣耀，充满在他们当中。谢谢主，我们这样祷告，靠耶稣的名，阿门。谢谢主。我们谢谢林牧师，他用